因为大家平安，平安。咱所信的信仰是有信有爱、有望的信仰。咱的信仰到底是要安怎会当得到？咱今日要通过拄则咱师会带了咱所读的伫即段圣经节当中，咱来思想是谁会当得到即款的宝贵的救恩呢？咱今日所读的段经文，但愿主会当通过伊的话语，也使互咱有领受的心。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拢会当完完全全明白以后，咱心内领受，也已经得到安尼的救恩。咱通过今日这段经文，但愿咱嘛会当随时，当人问咱讲，咱为虾米会成做一个耶稣的门徒，做一个基督徒，咱嘛会当用安尼的话语甲人分享，互人会当甲咱同款得到即款同款的即个美好的恩典。咱拄仔讲，啥人才会当得到救恩？即段经文记载伫马太福音第8章第5甲13节的即段经文当中。咱拄仔已经读过，咱的周报顶面嘛有安尼印刷伫当中。咱来通过即段经文，慢慢来思想，到底啥人会当得到救恩？即段经文的故事是讲到，拄则有提到讲一个罗马的军官，伊来到耶稣的面头前来恳求耶稣。为虾米伊会去到耶稣面头前恳求耶稣呢？一头伊讲，耶稣入去加百农的时，当耶稣来到加百农，其实加百农会当讲是伊传福音的一个根据地啦，伊常常周游各所在传福音。即时耶稣佫转到加百农，即个时阵呢，有一个罗马即个军官就行过来，甲耶稣恳求。为虾米伊要来甲耶稣恳求？圣经讲因厝内底呢，有一个仆人，为仆人半身不遂，因为伊仆人半身不遂，所以伊就来到耶稣面头前，向耶稣恳求。所以咱今日思想，即个罗马的军官并毋是为伊家己的需要，是因为伊为伊的仆人，也是讲伊为别人的需要，来到耶稣的面头前来向耶稣恳求。我拄仔讲，咱今日在座会当讲是应该全部拢是信耶稣的人。咱今日佫听即段经文，检查无一定有需要，但是一开始讲到讲，即个罗马军官伊无需要，伊嘛会到耶稣面头前来恳求，因为伊为别人的需要。所以伊今日讲，因为伊的仆人半身不遂，所以伊来到耶稣面头前，向耶稣恳求。咱拄仔讲，啥人会当得到救恩呢？咱通过第一点，咱了解即个罗马的军官安怎，伊知影，伊会晓来到耶稣的面头前，向耶稣恳求。因为咱有当时有需要去找别人帮助咱到底要去找啥人帮助咱，就看咱心内会想到啥物。这罗马军官伊想到是啥人？当然是想到耶稣。会当来帮助伊的仆人，因为仰望耶稣会当帮助伊的仆人，医治伊的仆人，因为伊的仆人伊半身不遂，袂振动。这个罗马军官伊为虾米？伊为虾米会来到耶稣面头前恳求？咱拄仔讲，因为伊的仆人半身不遂。安尼咱想看嘛，这罗马军官是啥物款的一个军官？罗马军官，咱的迄号本叫做百夫长，百夫长，百夫长，按照咱即马咱台湾即个做兵的迄个组进应该是差不多连长嘛咱营店做到啥物长？士官长不管啥物长，总是会当管人嘛
秘书长代表伊管100个人，啊，连长嘛差不多100外人，吼。较早我是管无甲管吼，我做排长，管40人，其实无管啦，互人管啦。因为我的连长是中将，我是咧军官连啦，军官连安尼，军官上细，校尉排长上细，因为无兵啦，阮迄军官连无兵啊，吼，是由将军管的，吼，无论如何，吼，就算士官嘛当管兵啊，对毋对？吼，军官管兵，即个秘书长呢，伊管100个人，吼。所以伊可能有请人嘛吼，所以讲假讲有伊的仆人，吼，伊的仆人无定着干那一个，嘛无定着有真侪个啦吼。啊，即个罗马军官伊到底是虾米款的一个人？咱从即个经文当中一开始咱就思想，如果伊无一个好的心肠，伊无爱心，伊敢会讲啊？即个仆人破病去找耶稣，伊想着无定着安怎讲？啊，即个无法度做事啦，该安怎死头咯，对无？免伊来啊，搁找另外一个，敢是安尼？吼，所以虾米款的人，吼，伊有虾米款的心思？吼，我顶摆咧拜三祈祷会嘛咧讲这，吼，我有想到临时想到一个故事，讲有2个头家，吼，2个头家呢，吼做生意，吼请秘书，吼啊秘书拢爱请虾米？老的少年的？少年的。传诗贤即种诶，哦，啊，歹势，李老师可能人袂请你吼，拢也请少年诶，对毋对？拄好比较要上好，敢毋是？哦，啊，咱搬档诶，较早有请过秘书无？请老诶，请少年诶，请即个，请家己诶，吼。一般秘书拢请少年诶，敢毋是？吼，啊，少年开始做啊，啊，1年年资，2年年资，5年、10年，对无？吼，啊，做久少年会变安怎？会老啊！咱后壁一个秘书呢，吼，较早应该是真少年嘛，真水，所以头家甲你竞选吼。即个故事讲有2个无共款的头家啊。啊，即个秘书我讲哦，5年、10年、20年啊，哦，可能要30年啊，要等领退休金，但是呢，哦，其中一个头家讲，哇，即个秘书，看起来甲较早请无共款，安怎？已经有撩混啊，对无？啊，老国国啊，动作嘛慢呢，啊，头脑啊无较早安怎安尼啊灵光吼，啊做代志安尼，我若只个出差错，啊袂使安怎？你头家想到是啥？换一个，换一个，啊，迄个秘书就会无头路吼。啊，另外一个头家嘛共款时机啊，请一个共款少年的查某囡仔，共款嘛安尼1年2年啊，对伊安尼咧事业发展。啊，有一天，即个头家讲啊，即个秘书嘛，敢若出差错啦吼。但迄秘书虽然出差错，但迄头家家念几句啊，想讲啊，即个秘书，哦啊，20-30年前安尼，我甲伊请入来吼，啊，缀我1年2年，人安尼员工来去，即拢一直缀我，安尼帮我吼，啊，公司人是好是歹吼，啊嘛安尼一直安尼吼，尤其伫迄个公司无好诶时阵嘛安尼挺过来吼。即头家看到即个秘书讲哇。缀我几10年拢安尼，遮尔啊忠心哦。啊，虽然吼，啊即马行路行动，伊嘛安尼慢慢啊吼，啊做代志嘛慢慢啊吼。啊有阵时啊读壳安尼，有阵时啊袂转过来，有阵时嘛会袂记代志。但是即个头家想到，毋是传迄头一个哦，要甲伊换秘书，毋是讲哇，即个实在是吼，人讲无功劳嘛有啥？无苦劳对无？啊，当然伊嘛有功劳啊，但是讲即个头家想到是讲，哇，即个秘书啊，真忠心，吼，爱好啊吼，安尼吼，佮家吼使用啦吼，啊嘛佮过几年嘛，伊嘛爱退休吼，啊，即个头家就是少年着即个秘书吼，就是安尼缀伊一世人吼。我拄仔讲即2个咧，平平是做头家，但是想法有共无？做法有共无？啊，两个内底虾米款心？一个就事论事对无？啊，袂做代志就换。啊，一个毋是干那咧想代志，是看想着人。哦，所以我拄仔要讲这个讲啥物意思？讲这罗马军官，啊，咱安尼来想，伊是差不多是算较成倒一个头家，头一个啊，第二个，第二个嘛吼。所以咱去做代志共款吼，
平平的一件代志，有人是安尼吼，平平的一件代志吼，看你的念头是啥物，吼，你的解读就会变做安尼。我最近有遮尔啊侪经历，吼，我顶礼拜有讲到咱的正目弟兄，我要讲第二遍哦。我赶快播迄个影片哦，咱正目弟兄我顶下讲，但是我昨昏个一个姊妹吼，伫我 FB 甲我回呢，伊讲此岛非彼岛，啊，这啥物问题？角度的问题。当咱伫看龟山岛的时阵吼。一般人看安尼，伊环的看，一定有龟头有龟尾，对毋对？但是宜兰是宜兰头甲宜兰尾，头是头城对无？宜兰尾是迄个苏澳、南方澳，对毋对？请问你头城看龟山岛，甲苏澳看龟山岛，共款吗？那你宜兰市你罗东看龟山岛，共款吗？你规个即个宜兰的海岸，每个所在看出来龟山岛，敢拢共款。所以呢，迄个姊妹啊，我甲恁讲正母兄啊吼，伊甲我讲此岛非彼岛，为虾米？伊讲伊有去过，嘛拄仔去过，伊嘛翕相。我讲啊，伊讲牧师，伊无安尼写啦，但是意思是安尼啦。即个岛毋是龟山岛，我甲伊印啥物？角度的问题，因为咱看代志、做代志，角度无共款，想法无共款。用你的角度去讲别人会讲的，因为伊徛喺无共款的角度。咱人甲人中间常常出即款代志，会以为，所以会误会，求主帮助咱。我拄仔讲，传即个罗马军官，伊的心安怎想，伊就会采取什么款的行动。所以今日即个罗马军官会当来甲耶稣的门头前恳求，因为伊讲即个伊的仆人呢，半心不遂，敢若你半心不遂，也毋是你半心不遂啊。但是伊看到是即个半心不遂的仆人安怎？非常的艰苦，倒去伊的厝内，非常的艰苦。迄心理学家拢讲迄老师教生啊讲，爱有同理心，啊无你要做心理学家每个病人伊逐工甲你倒粪扫，你变做啥物？你就变做粪扫桶。迄个心理师可能有一工伊嘛破病呢，所以心理师袂当做粪扫桶。但是伊每一工遮尔侪病人，要安怎去排解病人的问题？就是爱有迄个同理心，同款的迄个心去思想即个病人伊的痛苦。啊无你用你的专业，你甲伊讲开药啊，迄个病人袂感受到即个医生的疼心。所以今日咱通过即个罗马军官，伊来到耶稣面头前，为伊的仆人来恳求。咱知影伊有一粒即款的心，就是充满爱心。伊做军官的人，有人有定听讲因老爸是军人对无？伊个厝的囡仔拢对老爸概念是啥物？等到厝食饭就爱安怎？坐1/3啊！你早食饭敢坐1/3？食饭袂到安尼凊彩安尼迄个身躯安尼倒啊歪啥物？一定爱安怎？国语叫做正襟危坐呢，安怎会就甲你骂呢？伊个囡仔有啦对老爸印象是安尼啦迄老爸你军队内底安尼遮尔威严正啊做嘛，遮威严安尼所以有阵时会影响到伊的时势啊。但是我拄讲即个军官，我毋知伊安怎带兵啦。但是今日即个经文当中，咱看到伊会去耶稣面头前为伊的仆人来恳求耶稣。如果伊无一粒即款的疼心爱仆人的心，我想伊应该嘛无需要做件，伊嘛袂去做即件代志。咱阁继续看讲伊即个罗马军官安尼讲了，耶稣讲我来去甲伊医治。那耶稣嘛共款有这心嘛，对无？所以伊有需要耶稣马上安尼讲
有当时啊，耶稣人来困求的时候，耶稣有当时啊，毋是遮尔干脆呢。耶稣有当时啊去考验人呢。哦，敢若讲，哇，一群人缀耶稣天要暗嘛，吼，啊，这个门徒甲耶稣讲，啊主啊，遮尔济人啊，天要暗嘛，叫因大家拢转去厝去找食的，吼，无咱是要安怎去应付遮尔济人？耶稣安怎讲？耶稣毋是讲来我互因食，无呢？你迄个喂饱5000人的迄个故事内底啊，耶稣安怎甲啲门徒应？讲啊，恁互因食。为什么耶稣安尼讲？明明遐都无洗面，遐无大卖场，遐嘛无有人去做料理嘛，无总破西去传。门徒听了安怎？讲，我来去找物件去食，毋是呢？应该耶稣讲啊，遮尔济人，就算有20斤两，嘛无法度应付遮尔济人的需要。为什么耶稣伫迄个故事当中安尼应门徒？因为因受着耶稣甲因考验。耶稣有当时会考验人，有当时也无需要。今日这段经文当中，耶稣无去考验这个罗马军官，为什么？咱念面咱就知影为什么。伊毋是亲像考验门徒安尼讲啊，甲伊考验。其他的圣经的故事嘛真济安尼吼，但是今日这段经文非常的特别。耶稣讲我来甲因来甲医治啊！这军官听了安怎应？伊讲啊主啊，你啊来阮兜啊，我袂堪得。这是啥物款的一个态度？这个军官为什么安尼甲耶稣应？耶稣要应到应该真欢喜啊！佫有一个故事啊，这个撒该的故事对无？足肥佫矮，矮啊当归，伊收税啊，大家拢讨厌伊啊，犹太人同胞拢讨厌伊，但是有一天伊了解讲耶稣来到伊这所在，伊安怎想要见耶稣呢？大家拢无会看，因为矮嘛大家拢甲炸的。足想要看耶稣，爬啊树仔顶去啊！耶稣当然就看到伊啊。耶稣安尼讲，来，撒该，我今日要去恁兜。撒该是安怎？足欢喜的啊，对毋对？传车草要请耶稣啊！撒该是安尼。这罗马军官竟然讲，你要来阮兜，我袂堪的。为什么安尼无共款的反应？咱来思想这罗马军官，伊是到底是一款什么款的信心嘛？伊安尼讲有伊的原因啦。甲耶稣讲，你免来阮兜啦，你伊用安尼非常安尼谦卑啊的态度来对待耶稣。遮尔毕恭毕敬来对耶稣讲，我袂堪得啦，你免来阮兜。毋是拒绝，乃是伊知影一件代志。什么代志？伊讲你敢若讲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好。这款信心是什么款的信心？其实咱创世纪一开始，上帝创造是啥款的创造？上帝讲话对无？诗篇嘛有一句话啊。咱的上帝讲有就有，讲立就立。哇！咱信主遮尔啊久啊，兄弟姊妹，咱对咱的信仰，你对咱的主的信心，到底是啥物款的信心？咱今日看到这罗马军官，伊是外邦人，会当讲是也未信主的一个人。用咱即款的讲法，但是伊既然对耶稣有安尼款的明白。伊讲你讲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好。这实在是大家好啊思想。为什么伊安尼讲？因为我拄仔讲，伊是罗马军官，伊就下骹就安尼讲到讲哇！因为我是互人管的人，因为伊百夫长爱互千夫长管啊，佮顶头佮有真多的顶司啊。伊讲嘛有兵互我管，因为下骹嘛佮有真侪兵，我有到100个互伊管啊！我甲甲即个讲去啊，即个就爱去甲即个讲来，伊就爱来早用电恁主管叫你敢慢哪去，还是马上去？用走诶，走敢若飞诶。伊讲10秒钟爱到，你10秒来你就来即个伊就来啦甲我诶仆人讲，你做食诶伊着安怎会乖乖去做啊？所以百夫长伊知影讲伊有安怎
伊知迄个官兵的所在，因为啥物？伊是一个军官，伊也是二等兵吼，伊就免遐臭屁啊，对无？伊就爱用定过啊。所以，即个百夫长因为伊有即款的职务，伊了解。啊，对耶稣啥物？咱圣经讲伊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对毋对？所以对耶稣伊嘛知影，耶稣伊死过去，伊伫真侪人，我相信伊嘛有风声。所以伊甲安尼耶稣讲啊，哇！耶稣听伊安尼讲完啊，第10节安怎讲？耶稣听了感觉真意外。为什么耶稣会意外？我拄仔讲，罗马军官伊是外邦人。我拄仔讲，照咱即摆讲法，就是还未信耶稣的人，伊毋是犹太人，伊竟然对耶稣有即款的明白，有即款的信心。所以耶稣真意外，就对遐对耶稣的人讲啊，哇！伊安尼吼，机会教育哦，吼，甲边仔人对耶稣的人讲啥物？讲我实在甲恁讲，连伫吼以色列人中间啦，吼，我拢有也未曾经看到即款的信心。咱今日坐遮的每一位兄弟姊妹，我相信咱每个人的信心拢无共款，但是我但愿咱每个人的信心拢会当亲像即个百夫长共款。当然，牧师嘛爱来甲即个百夫长学习啦，吼。耶稣讲，哇！伊将来伫即个以色列人当中，无看见任何一个人，甲即个百夫长共款，有即款的信心啦。即个百夫长，我拄仔讲，伊知影属灵官兵，伊会晓去运用，伊嘛知影耶稣伊的官兵，耶稣讲一句话，伊的仆人就会好。兄弟姊妹。有阵时咱有需要，甲耶稣恳求的时阵，咱是用什么款的心，用什么款的话，甲耶稣讲的，吼。啊，今日咱阁继续看，耶稣真意外、真稀奇，即个罗马军官竟然有即款的信心，吼。啊，11节、12节，即个所在是其实今日即段经文当中，耶稣真正要讲的。有阵时咱看耶稣医治人，敢若讲啊，即个人耶稣甲医治啊，得到福气啊，啊无医治敢若无。啊，咱即马人每个人拢会破病，拢会老。拢也想啊，我破病无好，耶稣敢若无听我。有阵时咧用即款的思想，用即款的角度去理解圣经，耶稣今日这段故事要甲咱讲的，兼在讲哦，这是仆人好啊，好是一个身体的好。是一个一时的，但是耶稣真正要讲的是啥物？伊只讲啥？讲我11节，我甲恁讲，有真侪人会对东对西来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伫天国坐倒，这啥物意思？伫天国坐倒，这啥物意思？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是代表以色列人。会讲到这三个祖先，就讲到讲这个以色列民族，上帝竞选伊要互因得到的这个福气。啊，遮讲会对东对西，哦，有的经文讲啊，东西若把四过来，会甲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伫天国坐倒，代表讲会当得到上帝要赐予咱的这个救恩。无信的人会四过来，吼啊！12节讲不过啊，遐个本来是天国的经理的，讲到犹太人，上帝上头竞选的即个族群，反倒会受赶出去外面黑暗的所在，伫遐提靠，吼家己吼切去。本来犹太人已经得到啊，但是因煞失去，啊，原来无得到的人，煞一得到。原因关键是啥物？敢若一项，有相信，甲无相信。要相信，也是袂相信。今日要讲医治即个
罗马军官的仆人，但是耶稣哪会去讲这件代志呢？耶稣应该讲啊，这个仆人好啊，对不？当然上尾会讲到啦。但是为什么要讲这个罗马军官来的结果会头前会去讲我拄仔讲的这2节经文？这才是今日这段经文当中较要紧的。哦，最后13节是要紧无毋对，但是毋是上要紧的。咱讲啊，我拄仔讲，因为这个罗马军官有十足的信心，所以任何人只要咱有十足的信心，咱就会得到这款的福气，得到上帝要互咱的救恩。啊，我拄讲啊，咱得到的人会失去无？嘛有可能会失去呢。希伯来书第6章遐就有讲啊，今日要讲一段，但是咱会去参考。啊，无得到的人，将来有可能会得到无？咱顶礼拜有几位兄弟姊妹去金山啊，李老师算第2届啊，我第1届去，第2届游玩迄个阿姆吼，阿姨啊，还是阿婶啦，嘛是无愿意，但是无代表伊就永远无机会啊，只是讲时间也毋对尔啦。只要愿意，就会得到。啊，当然，即马得到，你该放杀外，你嘛会失去。所以信心非常的重要。尤其我拄仔讲，罗马军官耶稣竟然讲，在犹太人当中无看到即款的信心的人。所以11节、12节讲完啦，耶稣啊，才来讲最后啊。然后耶稣对迄个军官讲，头仔是对边仔的人咧讲。我拄仔讲11节、12节，耶稣毋是咧对罗马军官讲的啊，因为罗马军官已经有即款的信心啊。啊，耶稣为啥要对边仔人讲？边仔人因为因无亲像罗马军官即款的信心，所以呢，最后耶稣才甲对即个罗马军官讲：啊，你去。互你所信的实现，互你所信的实现，拄迄时啊，仆人的病就好啊。拄迄时什么事？耶稣讲完，拄迄时啊，无共款的所在，但是共款的事。耶稣讲，照你所信的实现，咱。想到即句话，佮想到另外耶稣讲过什么故事？有10个太高的病人对无？啊，耶稣行来，因毋敢讲我，因为知影因得到即种病吼，即个律法要求吼规定，因袂使安尼叫人亲近，所以远就徛喺远的所在，但是因咧画耶稣啊，耶稣共阮有怜悯，有疼心，叫因讲啊。恁去互祭司查看，迄10个人有听耶稣讲的话啊无？迄段经文讲，因听了耶稣讲，因就照耶稣的话讲，要去互祭司来查看的时阵呢，迄阵因病就好啊，就是遮讲的。但是咱今日这段经文是安尼讲，但有当时啊代志发生毋是安尼啊。当然，伫即个圣经耶稣医治人的无共款的故事当中，嘛毋是每一届拢是安尼。所以咱今日通过即段经文，咱来思想。最后我拄仔讲，代志会成就，上帝听咱的祈祷会应允。耶稣讲是照你所信的实现。但是你信袂使乌白信啊。罗马军官伊会相信，咱拄仔。这段经文了解，有人时啊，毋是讲啊，我著相信耶稣会安怎甲我成就，但是因为迄是你家己想的，毋是耶稣的意思。所以迄款的祈祷，莫讲马上啦，有当时啊即世人也无可能发生啦，成就。所以咱今日通过这段经文咱来整理一下咱今日有2方面啦。
两方面，一方面我拄仔讲，咱来即个罗马军官吼来甲伊学习。咱头后讲，伊毋是为伊家己。当然，我是咱有家己的需要啊。咱今日共阮对即段经文当中，咱嘛会当来为咱家己祈祷，甲耶稣祈祷，原理原则拢共款。吼，今日咱通过今日即段经文，咱来思想属灵的真理是啥物？咱要安怎来甲即个罗马军官学习呢？学习啥物？甲即罗马军官讲，学习真做咱一位真做啥物款的人？会当为别人来带导的一个天使，好毋好？你愿不愿意？吼咱知影大家顶嘛真侪兄弟姊妹对传福音非常的负担，希望某物人会当紧紧来信主，我靠耶稣。要做即件代志的时阵，咱也爱有即款祈祷的心啦，咱也有即款的认知，愿意真做即款的人，要安怎？今日经文当中帮助咱会当具备即款的特质，真做即款的人。第一点，咱拄讲要甲即个罗马军官学习啥物？上重要的啦，上重要的就是咱心内爱有啥物款的心？有迄爱人的心。如果你无所做一切可能将来拢无路用的，因为将来上帝用火甲咱试验通过试验的才存在呢，无通过试验的就烧了了啊！当咱所做的，敢若草啊，敢若树木经过火烧就无去啊。但是你若是金仔银去火烧，搁开一寡杂质，搁会当起了，就会当有纯金出来。所以兄弟姊妹，咱的疼心非常的要紧，所以呢，咱甲这罗马军官同款，有即个爱仆人的心，咱会做某物代志，任何的代志，咱看今日这经文，继续罗马军官安怎做，咱来整理一下。第二伊安怎？第二就是伊会晓知影来找耶稣。如果咱也无找耶稣去找别人某物，你认为讲有资源的所在，最后无法度才转来找耶稣，迄落佫走一年啦无采工。但是我拄仔讲，耶稣一来，这罗马军官就去找耶稣安尼。所以咱爱知影来找耶稣，找耶稣毋是讲找耶稣看看的，是甲伊开讲话就煞，毋是伊有伊的目的，伊有伊的需要，就是伊知影甲耶稣恳求。第三是啥物？第四是啥物？伊对耶稣的态度，咱拄仔讲啊，伊去因兜，毋是无欢迎，是乃是伊知影耶稣有大权柄，所以伊对耶稣非常的恭敬，非常的谦卑。过来呢，伊知影耶稣有属灵的即个权柄，伊知影要怎运用。咱祈祷嘛知影，是真有功效的啊！雅各书讲义人的祈祷是安怎？大有功效的啊！咱早应该大家嘛有听过一条歌对无？国语安怎唱？多祷告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没有能力，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常常祷告。这个旋律敢若无啥正确啦但是意思听有啦多多祈祷就多多能力，少少祈祷就少少的能力，无祈祷就无能力，所以咱爱安怎祈祷？常常祈祷。兄弟姊妹，咱敢知影上帝互咱的即个美好的恩典，咱爱知影，咱嘛需要常常祈祷。第六这罗马军官互咱会当该对个心上来学习的是啥物？伊十足的信心，对耶稣十足的信心。最后当然试就是完全安怎？阮拄仔讲的，互你安怎？所信的安怎？实现。兄弟姊妹，你有问讲你每个祈祷拢是安尼无？还有一句话
约翰一书所讲的，如果咱照上帝旨意求，伊必安怎听你的。但是有时咱求拢毋是照上帝旨意咧求，是照咱家己的旨意咧求，所以安怎无必然咯，无必然咯。吼，这是讲咱真做一个别人的大道的天使。同款的意思啊，咱今日嘛会当对这段故事当中来向这个罗马军官来学习啊。如果咱有需要，咱家己有需要，确确实咱每个人绝对有需要，拢有需要。咱会当真做一个领受得到救恩的人。救恩这两字，如果安尼解说一下，得到拯救、稳定的人。咱拄仔讲，毋是干那身体病痛得到医治，叫做拯救。咱拄仔讲过啥？耶稣拄仔哩12节，甲咱讲的啥物？咱会当有肯定，咱知影将来迄一天，咱一定会当伫天国，甲上帝安怎当坐席。这些是上要紧的，所以呢，咱真紧这几个原则咱共款，但第一个原则，咱既然毋是对别人，所以咱无需要对别人有爱心，但是咱爱安怎？咱爱知影主对咱疼咱的心。如果咱无了解，咱要来甲接受呢？所以咱必须要了解。所以你耶利米书有一句话讲啊，耶和华用啥物？以啥物？以永远的疼来疼你。兄弟姊妹，你敢有明白？上帝的疼是遮尔啊疼咱的，所以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拢共款。所以最后安怎？共款吗？上帝会照你所信的安怎实现？所以今日这个故事要甲咱讲，无论是为别人、为自己，如果咱今日对这个罗马军官的心肠共同来学习，安尼，我相信你定定咧祈祷，一定会定定会成就。咱今日最后啊，来个有4个较句，甲大家来，共同。咱来勉励，咱一定要有这4种的较句。对今日这个故事当中，第一个较句是啥物？你一定要较了解，上帝会当安怎帮助你，嘛会当帮助你大道的任何人、任何事，上帝会当来帮助伊。无论是家己还是为别人。第二是啥物？你要了解，咱的主会予你平安。耶稣讲，这个世间虽然有苦难，但是伊讲啊，在伊的内底有平安。所以咱想时咱有艰苦病痛，咱有一寡身体一寡疾病，虽然真艰苦，咱嘛将来知影讲，咱这肉体总是有一天会无去，但是咱会当赢过这个身体的艰苦病痛。咱知影上帝已经把这个平安赐予咱。那那时阵，咱的心才会当有平静。若无，咱会常常甲一般人共款安尼，这世人就一点仔不知叹气，最后没气。第三，咱有啥物较句？爱知影上帝对你的疼，上帝对你关心迄个人的疼，上帝袂甲伊放散，只要伊去，我拄仔讲迄个角度念头改变，我拄仔讲的迄个故事，这目的上，你即摆相信我铺做迄张唱片是龟山岛吗？我会甲迄个姊妹有拄着，我会讲，迄个所在确实是龟山岛啦，但是有人有人就是讲伊较对，伊较正确，会甲我讲，我拢黑白讲、凊彩讲是我毋对。你捌拄着即款的人，你安尼甲伊鸡同鸭讲有啊无？有嘛求主帮助咱，真理就是真理，龟山岛就是龟山岛，毋是基隆屿嘛毋是绿岛，嘛毋是蓝屿。
更不是澎湖群岛。兄弟姊妹，最后嘛，这4点内底，最后这点嘛非常的要紧，因为咱即摆搁活离地上。第4点是啥物？你是大有愿望的人，你爱甲你所要关心大道的对象，有当时甲伊分享说，爱好有迄个愿望，嘛无愿望的时阵哦，咱人吼就无文明啦，咱人就袂有下一秒，咱人拢活在啥物款的中间。其实咱每个人每一工生活，不管是非常的平淡，也是非常的今日刺激、精彩，咱人拢活在愿望当中。当咱人无愿望的时阵，人生行袂落去啊。现代人真侪文明病，迄个精神方面的问题，拢是对个人生走精了后无愿望。所以最后甲大家分享一句。罗马书第8章24节甲25节，咱同齐来读好无？咱得救是在乎，这刚才是国语版的话，好啊，好，我们念国语好来。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这句话要甲大家分享是啥物？当咱有遐祈祷，上帝无讲啊，照百夫长即马讲的哦，迄时伊会仆人就好啊，安尼咱会成马上上帝听咱的祈祷就成就。咱要用啥物款的态度来回应耶稣？今日正话经文保罗安怎甲咱讲？咱犹原爱相信，用啥物款的心来相信？忍耐、叹号，必忍耐叹号。兄弟姊妹，你愿意安尼吗？求主，互咱对伊有亲像罗马军官的信心一样。咱三个额头来祈祷。主啊，阮感谢主，今日通过你的话语，搁再一次互我们来思想阮对主的信心。我有通时嘛常常亲像圣经当中共款你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得到这个癫痫病的囡仔的父亲来到你的面头前，你对伊讲，你若愿意相信，但是伊的父亲听了，向主所应的却是讲我信，但我信心不足，求主加添阮信心。阮台语堂的留言兄弟姊妹，我们亲像即个父亲共款，来向主恳求。阮拢是一个信心不足的人，愿主你加添阮信心，会当亲像即个罗马军官共款，对主有十足的信心。知影主你听世间人，也听阮当中台语堂的每一位兄弟姊妹。阮是受主拣选，如今阮照着你互阮的恩典，照着你互阮的信心来接受，会当成做你的儿女。在阮的日常生活当中，每一天的需要，阮来向主来恳求，愿主你会当，互阮会当得到主你随时的帮助，随时的这个恩典，嘛，互阮会当知影，在阮的四周围，侪人犹原嘛共款需要主你即款的美好的即个救恩，互阮会当嘛有一粒疼人的心，会当甲人分享即个美好的即个救恩，互别人会当甲阮共款嘛款得到即款的福气，成做你的儿女，明白你，来敬拜你，也来服侍你。这是阮今日所领受向主的回应甲恳求。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阿门。